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李寶恩老師。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呢本書咧叫做《學習樂觀，樂觀學習》。咁咧，作者咧係嚟自美國非常之著名嘅正向心理學家啦。咁呢本書咧，我會稱之為咧係一本咧悲觀主義者咧非常之抗拒閱讀嘅一本書。點解李老師會咁講呢？因為咧呢本書咧其實係為一班嘅悲觀者咧提供咗一套咧去改變自己嘅技巧嘅一本書啦，咁同埋咧文中係通過咗好多唔同嘅事例啦，同埋實驗咧去反駁一連串嘅悲觀信念，從而咧幫一班嘅悲觀者咧去掌握樂觀思考嘅方式啦，同埋幫助咧佢哋走出呢個無助感嘅。唔知各位同學，其實你哋平時係慣用啲乜嘢嘅方式，或者係以乜嘢嘅角度去解釋喺你身邊發生嘅事？你係覺得係天安排、上帝安排、命運安排，定還是純粹幸運唔幸運呢？咁書入面咧，其實有一啲概念咧，我都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咧叫做解釋形態啊。咩叫做解釋形態咧？就係咧講緊大家係點樣去解釋生活事件嘅習慣方式。有啲人咧係會將一啲唔如意嘅事咧，當作係一啲永久性啦、個別性或者係普遍性嘅事件，從而咧令到自己個生命咧係籠罩咗喺一灰暗無光嘅憂鬱之中。但係反之咧，作者就提醒我哋啦，如果我哋願意生命咧係相信生命咧係有無限嘅可能性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杜絕到一啲悲觀嘅信念啦。咁第二個概念咧叫做無助感。無助感嘅意思就係話，我哋會覺得無論做任何嘅事咧，其實你都係改變唔到結果嘅。咁但係咧，原來呢一種嘅思維模式咧，會令到咧我哋影響咗我哋嘅生活啦。因為咧，作者提醒我哋其實你對於生命嘅想法咧，係可以擴大或者縮小你哋對生命嘅控制力。而一啲嘅悲觀預言咧，其實好多時就會成為我哋嘅自我實現嘅。咁所以咧，其實人係可以選擇咧你想要嘅思考方式嘅。咁第三個概念咧就叫做時代嘅流行病疫，就係抑鬱症啦，或者憂鬱症。咁咧呢一種嘅說法咧，其實係悲觀者嘅一種嘅終極表現。咁喺睇完呢本書之後咧，我就發現到一啲嘅數據資料啦，包括咗原來而家患有嚴重抑鬱症嘅人數咧係比50年前多咗10倍啦，而女性嘅得病率又會比男性高2倍，病發期咧亦都比上一代提早咗10年。所以其實咧，學習樂觀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咧去關注呢一個嘅病嘅。咁睇完呢3本書之後咧，我就歸納到啦，其實學習樂觀咧可以送俾我哋有3大嘅好處嘅。第一個咧就係幫助我哋咧去擺脫呢個抑鬱症啦。第二咧就係可以增進到我哋嘅成就啦。第三個咧當然都係非常重要，就係咧可以讓我哋保持呢個身體健康、身心健康。作者其實都好反覆去提醒我哋，只要學習到樂觀嘅話咧，可以帶俾我哋咧有一個新嘅自我了解。咁喺呢度咧，李老師真係好鼓勵咧，大家要抽空去閱讀啦，因為閱讀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思考我哋嘅人生課題啦，亦都可以進一步咧去了解自己嘅內心世界。深盼咧大家都能夠咧尋找到屬於你嘅快樂之路。最後咧，真係好想祝福謝建樂嘅師生啦，因為喺人生中我哋會面對大大小小嘅事情，究竟半杯水嘅理論，你睇到我淨係得半杯水，還是你會好慶幸、好開心自己仲有半杯水呢？心願咧，我哋一齊去互勉，亦都咧彼此去提醒關心。好多謝咧大家今日細心聆聽我嘅閱讀分享，多謝大家。